朋友，大家好，下晝3:30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樂。你我係劉慧珍，慧珍吼，今日來到了拜日咯，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共下來關心到了空氣嘅話題。講到了解，到台灣啊，觸到太重癌嘅人吼，所以就係年4年增加，係台灣濕態死人來講，也係大第一大頭名吼。你雖然無法度來證明講哦，係物價用年齡來引起嘅，唔過呢，來提倡向前朋友，身體嘅一個保養啦，吼，來注意嘅身體嘅狀況哦，漸漸係來做到。近邊咧，現場咧就會大家來倡導大概衛福部桃園醫院嘅生物訓練嘅院長吼，陳水聰陳院長，我來留你要向下來關心一個太重嘅空間咯，也下做夾夾來分享嘅呢。也陳院長咯，陳院長好。大家好，我係陳水聰，桃園醫院生物訓練院的院長，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個節目，跟大家談談大腸癌的問題，謝謝。喺講到陳院長都客家種來服務啦，嗬。唔過呢，客話可能都談做嘅啲，嗬，也嘅我講可能冇按流量，可能就根本用法語來留大家來講到，也部分呢，講到國人抽到一個太重癌嘅比例，嗬，所以都係頭先講到一年嗬，見來見增加，嗬，前一步也嘅報紙沒有寫到，嗬，也嘅2年以前嘅某嘢啊，佢都抽到一個太重7重癌，嘅上來啊，嗬，當到嘅朋友都可以試去問去想。太重癌、7重癌也上來，而喺所長都哪位咯？也係冇強樣嘅癌症，係冇也係做來請陳院長來留大家來講下嗬。院長麻煩來俾小前朋友講下，一個太重癌、7重癌上來，全部係強樣嘅，也係冇強樣嘅啊。事實上大腸癌是一個通稱啦，哈。那因為大腸我們包括有直腸。有包括結腸，那像結腸的話，有這個升結腸哦，有橫結腸，有降結腸、乙狀結腸，這都屬於大腸的範圍。那我們說大腸直腸癌，就是說看它發生的位置在哪個地方。譬如說它發生在直腸，我們叫做直腸癌；發生在結腸地方，我們叫大腸癌。那事實上，它們都屬於大腸的一個部分，這樣子。所以，我們這個統稱哦，就會講是大腸癌，或者是發生的部位不一樣，我們要講，就是它有不一樣的名稱。是，對，就是說，事實上我們講大腸癌就可以統稱是這一部從直腸一直到結腸到盲腸這一段發生的癌症，我們都可以統稱叫大腸癌。那更細分的話呢，就可以根據它發生的位置來做更仔細的一個說明啊，譬如說它發生在直腸。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這個藝人的女兒的這個例子，後來你也要講係太重7重癌，也都係直腸的這個位置，好，要講鼻炎啊。是特別強調直腸癌，就是因為它發生的位置很靠近肛門，如果太靠近的話呢，可能就將來手術之後呢，就沒辦法去，譬如說它發生在這個位置呢，它可能就沒辦法去做一個做一個叫沒有那個人工肛門的手術，他就必須要去接個沒有辦法保留肛門，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提出它的位置，可能跟它的預後有關係。古所呢會特別來提出來講啦，嗬。唔過頭先有提到嘅嗬，也7重嗬，7重都係一種素菜咩嗬，一種素菜會發現講，腸炎啊嗬，也係重癌嗬，腸癌來講嗬，它比較會發生，比較會有這個就是引發成癌症的這個部位來講，一般都是直腸，是比較靠近肛門的位置。是。那乙狀結腸來講呢？對，乙狀結腸就是我們直腸再上去的部分呢，就是乙狀結腸。那它也是好發的位置。一般來講，大腸癌呢，幾乎這兩個部位就佔了1半以上。所以這個排名第1跟第2都是在靠近肛門的位置。那其他的部分呢？其他像降結腸、橫結腸跟升結腸的話，也都有一定比例的一個發生啊。或者就是說，他們分布的就比較平均，不像我們現在講的直腸癌跟乙狀結腸癌是特別的多，特別容易好發。那它的比例來講的話，剛你說佔掉的1半以上比例就有1半了哈，50%。所以呢，在今天呢，Andy 為了關心的時間就真是好好的關心下好，所來啊，應該重的哈，我用的去提供啊
佢會出問題嘅吼，哎呀出問題嘅時間都應講眼神吼，眼神出問題嘅時間，其實你冷度嘅時間會頭拿痛吼，頭拿痛。嗰種呢，喺床嘅出問題嘅時間，佢總會反映出來咩？吼，反映出來嘅日枕頭吼，所以會有內頭嘅，像有啲人講嘛，嘅歐式代謝日頭吼，日頭做親有可能，哎呀枕頭上來有內頭嘅。是，就說像剛才提到的大腸直腸癌是每年都在增加嘛，它幾乎是我們國人癌症的第一名，已經連續6年都是癌症的第一名，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發的癌症。所以我們怎麼樣在它發生症狀的時候能夠盡早去就醫，這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有哪些症狀呢？但最常見就剛才主持人講的就是便血。係歐式代謝嘅，又係第一張最顯明，最顯明，對，就是會有帶出血的症狀。第二個呢，就是大便習慣的改變。當然啦，行同嘅時間，佢可能會固定的時間，或者是可能一天幾次，這些可能你每天都是固定，但是這個時候忽然間後點點有改變呢。大便習慣改變，譬如說你本來是每天上一次，突然間變成一天上好幾次，或者說本來是好幾天上一次，突然間變成一兩天就上一次，就大便習慣的改變是它第二個常見的症狀。所以第一就係歐式代謝，第二就係你講嘅吼，一個你嘅行動嘅習慣吼有改變嘅，也就係第二章。第三章咧？第三個就是就是產生裡急後重的症狀，就說你覺得大便好像解不乾淨，常常要上廁所，這種叫做裡急後重，也是它常見的一個症狀，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症狀。所以你就是想要去偏手的時間，行動的時間就就常常去，但是又上不出來，覺得都在那裡，覺得要上又上不出來，這就叫做裡急後重。這是它常見的症狀。係，都係我時常研究我唔強嘅感覺，哎呦，真是吼一種麻煩嘅，或者係第三點嘅吼，第三點，再過來還有第四章嘛。是，第四點的話呢，就是體重減輕了。突然間不明原因，也沒有特別去減肥，沒有特別的注意那個吃的這個食物的量，突然間體重明顯的下降，這也是一個大腸癌的常見的症狀。唔講你講一個好點點嘅啊吼，即係講有下濃郁到嘅吼，也係體重癌嘅症頭之一，也咩可能係其他嘅癌症吼，一個症頭創嘛，所以講到這個，你講忽然間體重直線的下降，跟可能也是其他的癌症的一個徵兆。對，好，也就係你講到濃郁嘅問題咯，哈。對。好，再過來還有其他嘛？還有就是貧血。就剛才講會大便出血嘛，對不對？如果長期慢慢的出血，你身體的血量就會減少嘛，就叫貧血，所以它也是大腸癌的一個症狀之一啦。就是就突然覺得全身無力啊，常常會感到疲勞，一檢查那個血色素下降很多，貧血。嗰個也要透過檢查，真係做嘅就知哦。嗰個冇透過檢查，就唔知講自己有貧血嘅問題。對，貧血的症狀就是你剛才講到的，就是會感到無力、頭暈，我覺得好像常常覺得那個全身乏力，那看着臉色蒼白，這種就表示說可能有貧血的這種現象。規身軟太太，面色都毒白啦，吼，韓國呢規身都，反正一次都冇氣力的感覺，就可能係一個貧血，哈，血唔拉。對，那在最比較還有個特別的症狀是肚子痛啊，因為它造成腸阻塞啊，或是腸那個癌細胞去侵犯到我們的腸壁啊，造成那個神經的症狀，就感到腹部悶悶的痛，肚子會痛，對，這是它常見的比較明顯的症狀之一。所以太體啦吼，它顯明嘅症頭就係日頭嘅吼。不過講真實咧吼，日頭嘅症頭上班下大家都會知道講，糖以來當簡單，像人咩冇乜嘅太問題。不過真實啦吼，喺講發生嘅事情，你愛去注意哦。有時間講真實咧，冇按改冇按簡單，然後講到入邊嚟講，還有啊吼，以後前朋友都想到講，日頭即係講日頭症頭啊吼，所以
去了，用会变都按多咯。做迄变都讲有的人可能係生活習慣吼，佢有改變。你喺講佢自家本身就係高危險群和高危險群哈。那有哪些人他們可能自己本身就是我們這個大腸癌，或者是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所有的直腸癌這些的一個高危險群。好。那说到高危险群，当然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家族史哦，譬如说你的父母啊，或是兄弟姐妹啊，他们都有这个大肠癌的这个病史，那可能就是一个高危险群的族群之一。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本身有罹患这个息肉，譬如说你去做健康检查，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有息肉，那也是大肠癌的这个高危险群之一。哦，那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就是比较不常运动，或者说你的饮食习惯呢比较喜欢吃肉类啊，吃红肉啊，吃加工肉类啊，或吃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有这种生活饮食习惯的人呢，就也是属于高危险群，或者说你比较肥胖的。太巧的你没会哦，故说嘞。要改体重的控制其实也蛮重要的，蛮重要，对，是，这都属于高危险群的族群啊。就是说大肠癌，这些人都有比常人多发生大肠癌的机会。比一般的人来讲嘅机会就会较高啲嘅吼。讲到牙位其實頭先就講到一個，想講整體嘅世界有講到一個，你講我是講行動嘅一種問題行動嘅習慣改變。唔過呢，就有一種最講人講接上會講到嘅營養師啦，亦係講到呢你自家本身來講咧一個可能其他人爭去你講爭行動一般嘅朋友來講從日到咩會有影響嗎？这个我们有宿便，或者是你有便秘问题的人，是不是这也是其中之一很重要的？对，我想就是说，一般人认为说我有便秘啊，我有宿便，大家会不会是属于高危险群？事实上，便秘的是一种生活习惯了。比如说你每天你就是长期以来都是固定2天、3天，甚至1个礼拜才上一次厕所，我们叫它便秘。但是这些人他不见得就是属于这个高危险群的族群，他只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呢，造成他这个大便是有这样的一个大便的习惯，叫做便秘，或者说宿便呢。那宿便实际上就是在肠子里面留的比较久的大便没有排干净的，叫做宿便。那但是在医学上并没有说宿便就属于高危险像这样的一个证據啦。安陽性即講到醫生老太家講唔係講行同行冇搶，即講冇搶你嘅時間就按咗講一個對一個蟲嘅一啲唔好嘅傷害有當到嘅朋友係講營養師啦，亦講其他問題嘅時間，佢就會想辦法落去解決也有乜嘅辦法呢？亦都辦法進來有正確也冇正確，咁家聽繼續來老太家嚟講，先到入邊來聊下嚟。